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丸娜。我今麦足紧张的，因为今仔日的主题是我逐摆考上歹的科目，就是数学。哦呀，数学汉字写做数学，罗马字写做思奥数，科学数第3条，学第8条。基本的数字伫台语内底是安尼讲的：空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数字的文音咱会讲做空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咱若要甲人报电话号码的时，会讲0124498365。咱咧算数的时阵，上接用到的就是加、减、乘、除。像讲1加2等于3，啊，搁有这个3减1了乘2除4等于7。数字内底袂当互2除的数字叫做奇数，像1、3、5、7；会当互2除的数字叫做双数，像2、4、6、8。数字有时嘛会摕来做词，像7老8老，是咧形容人年纪真老。像阮阿公食到7老8老啊，身体还阁真勇健。7啊，较兴8啊，是咧讲两个人对一项代志拢真有趣味的意思，因为安尼两个人会行行斗阵。有一句粤客仔话讲：10个一角的，1箍散散。因为10个一角的加起来就是1箍，1箍散散是咧形容人个性无定真，散线。6、数学、正效、加减乘除、撇数、双数、7老8老，7啊较兴8啊，10个一角的1箍散散。虽然考卷顶悬逐个数字我拢看有，不过唔知是安怎，我就是算袂出来。今仔日的大江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